春秋都只聽天地號令，天命誰能扭轉運程？誰無誰，亂局亦一樣人定。誰在篡改劇情？我準備咗一句叫上晚實探。哦，OK 啊。阿福教啊，仲有咧？上一次拍拍盤。哇！好犀利啊！上一次都拍一碗真係我愛你咁解，哇！好叻啊！ Alright， 好，數落班，幫我簽埋。唔該晒。哇！好開心，哇！呢個真係專屬嘅簽名，哇！越簽越多。好啦，話爆你拍，即係你想簽邊度啊？而家冇拍你咁樣。好，跟住好簽名啦 ，thank you， 唔該晒。應該仲有位簽嘅。合唱一小段，天命最高。你一齊喎，你係啱，你冇講話要合唱啊？得 ，OK 好。阿仔又講咗，大家聽過我哋唱啊嘛，但係未聽過你唱啊？你唔會唔識唱㗎嘛？唔係你過嚟，你冇得大鑊。你幾個嚟？你幾個嚟？你唱一句，我唱一句。你對住佢唱。係啦。誰春秋都只聽號令，天命誰來扭轉運命？我哋唱別高興啦。別高興，別以為自足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而做，下一世連你為人高走，別要當一齊，天命最高。你請兩位嚟到旁邊呢度，因為呢度有一對對聯嘅，咁你哋咧就要揭開個對聯，咁然之後睇下個對聯咧寫啲乜嘢咯喎，咁樣。3、2、1，尋秦記飛影大馬何新歲，百福臨門票房再創高峰。好，先睇前邊。好，先睇左邊嘅相機啊，嚟左手邊啲相機啊，嚟3、2、1。好，再睇右手邊嘅相機啊，唔該。3、2、1。後邊啲人要唔要影相啊？希望馬年大家行好運。Thank you， 高老闆。希望個票房可以再好啲，咁啊，跟住我哋加長版又可以翻嚟同大家見面啦。好啊，咁啊，順便可以再一次翻嚟同大家拜個年，係咯。好啊 ，OK， 希望大家好似我哋尋秦記咁，喺2026年有一個新嘅開始，一個非常之好嘅開始。咁啊，當然好似阿老闆咁講啦，我哋又都會跟隨埋老闆一齊過嚟同大家拜早年嘅。好 ，OK， 2026祝大家亞洲工程事事順利，繼續支持我哋尋秦記，票房爆升，我哋就可以繼續探多啲好戲俾大家，好唔好？好，大家繼續支持尋秦記，好唔好？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祖。萬歲千歲都會依你願來營造，下一世